夜間聊天室，你哋好，我係 Simon。今日我哋講下特朗普同埋高市早苗呢一對歡喜冤家，美國同埋日本之間嘅你虞我詐，仲有中日同埋台海發生軍事衝突嘅機會有幾大？首先我哋知道特朗普對美女係好友善，但係高市早苗就絕對唔係美女。喺雙方第一次見面嘅時候，高市早苗對特朗普就好殷勤，特朗普都勉為其難，表現出好喜歡高市早苗。何嘗唔係因為日本係可以被利用，日本係會增加軍費，咁就一直向美國購買武器，再加埋日本係好使好用，幫美國一手，俾中國一啲頭痛嘅事情去處理，減慢中國嘅發展同埋崛起，再加埋關稅同埋對美國嘅投資。咁美國就豬籠入水，所以特朗普都勉為其難，稍為對高市早苗係有所親熱。咁高市早苗嘅表現就好似一個少女一樣，扮到好似情竇初開一樣。不過其實特朗普無他，想利用日本啫。特朗普何嘗又唔知道日本係想利用佢？美日大家合作，高市早苗希望可以撳低中國，最好就係中美打一場戰爭，日本就依埋喺美國嘅後邊。日本係可以漁翁得利，可以再抬起頭嚟，同中國爭一日嘅長短，或許日本可以稱霸亞洲。不過高市早苗唔係諗得太美好啦咩？美國係點會為你日本而犧牲？特朗普只係希望你出嚟搞事，搞亂地區嘅唔穩定，消耗中國嘅實力。有起事上嚟，日本係傻到開第一槍，中國自衛反擊，中日開戰。或者中國同台灣係同時開戰，台灣同埋日本嘅角色就係烏克蘭第二，美國就已經知道台灣牌再打唔到落去。網友可以聽翻上一集，美國梗係唔會派兵保衛台灣啦，美國喺台灣嘅顧問同埋軍人都走唔切啦，否則就成為人質。你日本同埋美國簽署咗安保條約有乜咁巴閉？日本開第一槍侵略中國，特朗普可以大聲講。安保條約係唔適用於日本去侵略其他國家嘅。到時中美有熱線電話，大家商量。解放軍只係攻擊日本，並唔會包括駐日嘅美軍基地同埋軍人。大鑊嘅就係日本，聯合國嘅敵國條款當然就比安保條約更大同埋更重要。美國就會抽身，唔要做蝕本生意保衛日本。咁日本都不至到咁蠢，要向中國開第一槍啩？將國家嘅命運落住喺美國。咁你話中國會唔會使用敵國條款喺日本未開第一槍之前就去攻擊日本？咁就要睇下日本控唔控制得到日本軍國主義嘅氣焰。畢竟特朗普要玩兩手，利用日本阻礙中國嘅發展同埋減弱中國嘅國家實力，令中國嘅經濟增長停頓，而另外一方面又要討好中國，向中國顯示美國係可以為中國做一啲嘢，控制住日本呢隻癲狗，希望喺過程當中大家係有利益交換。中國要買美國大豆，因為特朗普明年中期選舉要得農民嘅支持，否則做到跛腳總統就對佢好侮辱。特朗普又希望中國可以放寬稀土出口。明年4月，特朗普可以訪問中國，等等嘅事情係會發生。中國亦都會睇下日本再瘋癲落去係咪更加瘋狂。美國喺軍售上會唔會支持日本？日本對中國有冇更加多嘅挑釁行為？好似部署導彈對準中國，美日舉行更加多嘅軍演，漁船或者無人機、軍艦或者戰機係闖入釣魚台中國嘅領土。又或者日本嘅官員係更加囂張，高市早苗又會唔會參拜靖國神社？又會唔會認錯？而軍國主義係有復活嘅兆頭，包括修改憲法，自衛隊嘅功能係可以攻擊其他國家，增加軍費同埋軍隊嘅人數，建造同埋購買更加多嘅軍事武器，並且係主動爭取擁有核武。咁到時中國會唔會使用聯合國敵國條款嘅法律去攻擊軍國主義復活，絕對帶有侵略其他國家同埋傷害中國意圖嘅日本？中國會先加強對日本嘅制裁，喺聯合國責備日本同埋俾日本壓力，喺日本附近嘅海域進行更多嘅軍事演習，並且將日本嘅侵略意圖
以文件嘅形式向全世界公開，然後先去懲戒日本，向日本討伐。目前中國仲未去到呢一步嘅。如果中國要用到敵國條款去教訓同埋懲罰日本，中間嘅過程對日本必定會有好多陣痛。然後如果日本仍然係死性不改，中國先會用軍事呢個大棒去懲罰同埋湮滅日本嘅軍國主義。不過中國當然係希望以和平同埋外交手段達到日本能夠知錯悔改，承認自己二次大戰犯下嘅戰爭罪行，承諾再唔去走軍國主義呢條道路。不過我相信中國今次係下定咗決心，無論以軍事實力又好，外交、經濟、科技實力又好，再用稀土出口管制嘅實力，呢一次一定要將日本玩殘同埋打殘。因為日本並冇屈服於中國，日本只係屈服於美國。軍國主義者仍然停留喺一個舊思維。過往嘅歷史係顯示中國係唔打得，日本仍然係誤判中國係仁慈同埋軟弱。1945年中國嘅國運係好低，雖然抗日8年戰爭係結束，但係擺喺蔣介石台嘅前邊，仍然係一大堆嘅難題。國家係百廢待興，錦繡河山係需要重建，社會係貧富懸殊，通貨膨脹係嚴重，又要應付美國、英國同埋俄羅斯，喺國際上為中國爭取多啲利益，又要決定中國嘅前路，包括經濟嘅模式，資本主義係咪對中國最好？最困難呢就係國共內戰。蔣介石對日本人係以德報怨，日本對中國係冇割地或者賠款。一個人做錯事得唔到懲罰，受害嘅一方得唔到補償，呢一次嘅結果就係縱容咗罪惡，日本係唔知悔改，日本嘅下一代就被蒙蔽。反觀美國用原子彈對付日本，日本反而對美國就係臣服。過去80年對美國都係屈服同埋阿諛奉承。喺12月3號嘅新聞，高市早苗又改口，肯定返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台獨分子應該聽得好清楚，台灣人民唔可以再咁蠢，俾日本同埋美國利用。咁你話今次中國對高市早苗嘅言論會唔會收貨？我就認為唔會，因為今次高市早苗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呢個言論係精心策劃、細心部署，然後先至講出嚟。中國唔會再睇一個政客去講啲咩嘢，係要睇佢做啲咩嘢。今次高市早苗受咗壓力，又闖咗大禍，諗住講返一啲好話，緩和局勢，敷衍中國同埋甩身。但係高市早苗仍然係一個不折不扣嘅軍國主義者。中國對日本仍然係要敲打，犯咗惡就要懲罰，追討日本上一代人嘅罪，喚醒呢一代日本人對日本侵略中國嘅無知。今次要用非軍事或者軍事嘅手段擊打日本，認識今天中國嘅強大。日本應該對中國臣服同埋敬畏，對中國做一個好鄰居。特朗普根本就唔會同中國喺第一島鏈、第二島鏈開戰。日本嘅軍國主義者千祈唔好誤判。我會開另外一集同大家講。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未訂閱我嘅網友，希望你哋快啲訂閱。歡迎大家推介我嘅影片俾你哋嘅親戚朋友。下次再見，拜拜。